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40篇第1节到11节，创世纪第27章30节到38节，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得福。在昨天的读经分享一开始，我们就谈到了基督信仰谈论的重点，当然就是蒙福，因为我们所接受的就是福音。对于祝福有几个不同的面向，其实是可以来讨论的。就中文的翻译来看，我们有说祝福，也有说赐福。从英文的概念上面来看，一个是名词 bless， 中文比较适合的翻译是祝福。另外一个是比较被动的形态 blessed， 在中文的理解比较接近赐福。这个赐福的概念是由上而下，人是被动的。圣经里也教导我们要去追求祝福，如同耶稣基督的教导中所提到的，他说：敲门就给你们开门，求就必得到应许。但是好像似乎也有这么样一个条件了。耶稣基督他说：我再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地上如果有2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，无论求什么，我的天父一定为你们成全。因为凡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在的地方，我就在他们的中间。这是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到20节。基督徒的祷告是要蒙上帝的回应，要蒙福就必须要同心合意。主的教导非常清楚。另外我们也看到，如同雅各的追求，就有一点点让人家觉得太过分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圣经的记载当中，雅各的名字就是抓。某个程度上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仰态度，不像有些人就不冷不热老底嘉教会就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但是雅各的抓过分到一个程度，就是说用骗的来骗取父亲以及上帝的祝福。这不但是不值得我们学习，更是我们要努力去避免的一个错误行为。以扫因为弟弟雅各在妈妈的协助下骗走了上帝的赐福。这个家庭真是的，这个爸爸是看不见，妈妈却喜欢欺骗。以扫就愤愤不平地说道，圣经记载以扫说，这是他第2次欺骗我，难怪他的名字叫雅各。他抢走了我做长子的名分，现在又夺去了我的福分。爸爸，你有没有留下些福分给我吗？其实按照圣经的记载，这并不完全是雅各有错而已。我们看看圣经
记载以扫本身他就太过分的看重肉体的需要，竟然曾经为了一碗可能很可口的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的名分。长子的名分代表了最大的祝福，这也是上帝所应许的赐福。又因为他的父亲以撒的迷糊，让雅各骗走了祝福。以扫不放弃的恳求他的父亲以撒说，以扫继续向父亲哀求，爸爸，你只有一个祝福吗？求你也祝福我吧。说完就放声大哭。这真是符合了俗语所说的悔不当初啊。得福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，必须去追求，但又不能太过分。耶稣基督对得福有一些提醒与教导。在山上宝训，耶稣基督这样提到，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上帝要安慰他们。谦和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要承受上帝所应许的产业。渴望实行上帝旨意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要充分的满足他们。以仁慈待人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。心地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要看见上帝。促进和平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上帝要称他们为儿女。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他们是天国的子民。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侮辱你们，迫害你们，说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多么有福啊！要欢喜快乐，因为在天上将有丰富的奖赏为你们保存着。从前的先知也同样的受过人的迫害。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能够耐心的等候。诗篇40篇也这样说道，我耐心等候上帝，他就垂听我的呼求。他把我从泥沼和深坑中拉出来，把我安置在磐石上，使我步履稳妥。他教我唱新歌，唱颂赞上帝的歌，许多人看见就肃然起敬，愿意相信信靠上主。一心信靠上主的人多么幸福！他不倾向偶像，也不依附拜假神的人。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你为我们成就了许多的大事，有谁能跟你相比呢？你为我们设想奇妙计划，要数说也数说不尽。诗篇33篇20到22节也这样的提醒我们。他说，我们的心向来是等候耶和华，他是我们的帮助，我们的盾牌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，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。
耶和华啊，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使徒行传记载了耶稣基督受难之后门徒们的情形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多次的向门徒显现，并且应许会赐下圣灵，也就如同他多次的借着圣灵向使徒们指示，证明他事实上是活着的。当耶稣基督显现并且呼召使徒他们的时候，同时也吩咐他们。圣经记载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照我对你们所说的，要等候我父亲的应许。约翰用水施洗，你们却要在几天之后受圣灵的洗礼。他们耐心的等候之后，就蒙上帝圣灵的充满，也得到了上帝所赐的祝福，并且得到能力，大大的去宣扬福音，使人们能够得到益处。这正符合了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呼召，众人众国要因你得福。我们呢？我们听到了上帝的呼召了吗？我们是不是最积极的追求，耐心的等候，热心的服侍，将上帝的福分与人分享呢？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责任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感谢上帝使我们得福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愿意等候，愿意领受你的呼召，接受你圣灵的充满，有传福音的火热，有谦卑顺服的心志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